G2E Asia 暨 Asian IR Expo 3日嘅展會今日嚟到最後一日，唔少參展商都把握機會，將展現公司最新嘅產品同技術。而今年嘅人工智能、自動化機械人等新興嘅創新技術更加成為焦點。畫面上嘅機械人可觀係今次展會上亦都引嚟熱話。其實佢就係匯彩控股旗下 LT Game 針對海外市場嘅最新型號產品，而家已經喺斯里蘭卡嘅賭場投入使用。咁其實呢個已經唔係一個機械人，對我哋嚟講，呢個係一個完全嘅一個智慧Smart Table 啊，或者叫做 AI 啦，智能嘅一個賭台嘅系列嚟嘅。咁佢裏邊咧，除咗簡單，即係譬如我哋第一代10幾年前嗰個產品啦，就係一個好簡單嘅派機械手臂。而家已經進化成一個比較完整嘅一個賭台系統嚟嘅。咁佢裏邊我可能包括咗加咗啲 AI 嘅功能啊，將佢盡量似人性化，感覺會好啲啊，體驗會好啲啊咁樣。咁就擺咗上去。咁同埋所謂嘅 AI 功能咧，就係可能進一步咧就會同啲客人啊會有互動啊嘅感覺嘅。LT Game 亦都展示近期推出嘅最新款角子機遊戲匯彩坊，50-60年代嘅復古設計。重新包裝澳門賭場嘅經典遊戲，翻攤、牌九同魚蝦蟹。蘇先生亦都話喺展會期間收到唔少嘅好評，同時有機會同同行深入交流，認為今次嘅參展達到預期嘅效果。呢一類型嘅展覽咧，其實永遠都係對於我哋嚟講係好好嘅，因為我哋除咗有機會見到potential 嘅客人之外啦，亦都好多機會見到啲同行嘅。咁我哋同行之間咧，亦都互相會俾到好多新嘅 idea。咁所以我頭先講嗰兩個產品都係喺呢類型嘅會展裏邊咧，而去喺同業裏邊俾到我哋，而我哋去更加去繼續深化去諗出嚟嘅。不過，亦都有參展商認為今年嘅人流唔及以往多。由2016年開始參展嘅內地博彩設備商表示，疫情之後客人嘅採購方式有所轉變，各國都有唔少同類嘅展會，希望主辦方可以做得更好。在疫情之前是非常好的，那時候會人比較多，你也看得到。現在來說，真的是一年感覺到不如一年，人沒有以前那麼多了。這個我實話實說，作為參展商，我們其實希望平台在這一方面做得更好。在來之前也做了很多準備，我們本身自己邀請了很多自己以前前期我們來參展過、看過我們產品的客戶，都有發郵件邀請他們過來，同時也有一些新的收穫。這個還是可以的，比我們預期要想象要好很多。雖然說沒有以前那麼好，但它還是有收穫的，還是有驚喜的。有第二年參展嘅本地智能科技公司，今年亦都展示最新嘅透明顯示屏，亮度夠之餘，透明度高達70%，係目前最新嘅技術。公司認為參加 G2E 對於市場推廣、客戶認知度嘅成效唔錯，不過亦都覺得今年嘅人流比舊年少。客流好似少過之前。咁但係就其實喺我哋立場嚟講，喺呢度唔會即刻有訂單嘅，咁只係有一啲咁嘅產品，佢哋睇咗之後翻去再會後續會再跟進咯。咁呢個係喺 G2E 不嬲都係咁嘅啦，唔會即時會有，但唔係展銷會咯呢個。